枕、銀針、百子櫃，望聞問切診症嘅大夫，或者係我哋對傳統中醫館嘅印象。現代化嘅中醫院有啲乜嘢唔同呢？香港中醫醫院計劃喺2025年底分階段投入服務，係香港第一間以中醫為主嘅醫院。佢承載住中醫診療、傳承、研究嘅任務，將採用純中醫及中西醫協作嘅新模式，令不同醫療體系優勢互補，按病人需求提供治療方案。醫院將設有70間診症室、400張病床，首度提供中醫住院服務，並應用物聯網、人工智能、遙距診症系統、機械人系統等先進科技，構建智慧型醫院，提升資源運用效率。喺呢度，全港最大嘅中藥部亦喺規劃之中，由執藥、稱量以至煎藥、配送，整個藥物處理過程都將引入自動化智能操作。現代科技為中醫藥發展注入新嘅活力，令中醫藥走向世界各地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